各位大家好啊，歡迎返到嚟我呢個頻道小康之家。最近呢，我喺電視上睇到有啲藝人呢就介紹香港人去大阪買樓喎。有一個叫笨 Sir 嘅人啦，呢一個笨 Sir 呢，以前呢就喺大學嗰度做教書嘅，咁啊同幾位靚女做過啲節目之後呢，以為呢就拍劇就好揾啲喎，咁啊所以呢就離開咗大學，咁啊自己出嚟做啦，咁啊教人哋投資日本嘅寫字樓啊、物業啊咁樣樣。喺個電視節目入邊，呢個好似日本仔嘅主持人呢，就自問自答啦。啊，去日本買樓會唔會好似徐福咁嘅樣，長生不老嘅呢？去日本買地震樓好唔好呢？喺日本買樓邊一區最好啊？節目嘅主持人呢，就好似個日本仔咁樣嘅，咁啊識講幾句日文啦，咁啊揾埋一啲地產代理啊，有啲銷售代理啊，咁啊大吹特吹啦。賣樓嘅地產代理啊，同埋當地日本嘅銷售啊，梗係話俾你知好啦。賣花嘅都讚花香啦，唔通我話俾你知啲花係臭嘅咩？節目入邊呢，亦都有一個女主持喎，佢呢就好似方方面面都識咁樣嘅，佢都話佢自己喺日本買咗樓喎，咁我哋睇下啦。咦，係咪新聞報道啊？關心國家大事係人都需要㗎啦，仲要關心下時事啊、世界政治、經濟嘅嘢。啊，我哋嚟聽下新聞講啲乜嘢先。日本發生嘅大地震，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000人。神戶市嘅災情最嚴重，交通陷於癱瘓。你哋唔係唔記得啊嘛？喺1995年嘅1月17號，日本嘅大阪到神戶有一個地方就發生咗大地震喎。香港呢就叫做阪神大地震。嗰陣時好多行車嘅高速公路都冧咗㗎，你哋睇返新聞就知道㗎啦。天災嘅嘢係冇人想嘅，亦都唔知道幾時會發生。天堂有路啊，你不走；地獄無門，你啊闖進來。香港呢就有一部分人啦，就覺得佢自己嘅鄉下呢就係喺日本，我唔知點解啦，唔知係咪日本人啦，因為係咩人嚟㗎啦嚇，但係佢又唔識講日文嘅喎，咁啊話自己咧鄉下就係日本，就話要返鄉下咁樣，咁啊喺啲 YouTube 嗰度睇下人哋講啊，噏三噏四，好似你咁樣啦，聽下我講噏三噏四咁樣啦，嚇就話去日本買樓。日本啊幾好啊，唔錯啊，又呢樣又好啊，啲日本妹又好係嘛？講就梗係咁講啦，講咧就神仙嚇，做咧就乜都唔識，又話要從頭再學過啊，幾廿歲人啊，要好愛香港啊，不過咧就點都要離開香港㗎啦，咁啊係嘛？逼住佢離開香港啊，去到日本咁啊唔知天災又救唔到你啦，咁最好你又去咗以後都唔好返嚟啦，咁係嘛？嗰個係鄉下落地嘅生根，咁你去返嗰邊就生返條根出嚟咯。YouTube 上呢就有好多呢啲關於日本地震嘅片咁樣嘅，咁啊大家買樓呢小心啲啦，就唔好話聽兩講，聽人哋喺電視講啊，嗰啲咁嘅明星啊，所謂嘅嚇，咁啊又話呢度好嗰度好啊，跟住就走去買啦。咁地震又點樣呢？
好啦，今日小張噏三噏四呢就講到呢度先啦。咁樣呢，就希望大家呢就用多啲腦袋分析下，就唔好聽下嗰啲爛鬼 YouTuber 講，咁你就跟佢做啦嚇。多謝大家各位，咁啊祝大家身體健康。